住这儿？他公司在这儿。秋雨，我要找的是他人。姐，祖宗，人这不让停车，你先上车，我慢慢跟你说，行吗？来，走，不让停车。小鱼，我能帮的真的只到这儿了。我估计啊，这个吴东江他就是怕我告诉你，所以什么都瞒着我。他哪天回国了，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就连他工作的地方，都是昨天聚会其他哥们告诉我。臭鱼，别骗我！我要是有一个字说的是假话，你立马给我妈打电话，行吗？小雨，要我说，咱算了吧。算了，凭什么算了？我干嘛要算了？我们好了5年，1800多天，你知道的。我等他等了4年，这4年里，我们每天微信1个小时。我们俩说好了毕业就在一起。怎么就突然？Don't cry over spilled milk forever。你跟我说人话。这意思就是，男人如果变了心，就像倒在地上的牛奶，没救了。所以说，怎么怪吴东江啊？你们俩根本就没法交流。我英语就是不好嘛，那他每天发给我的英文鸡汤，我也都背了，不就是你刚刚你说的那句我没背吗？再说了，英语不好怎么了？英语不好就不能交流了吗？不都是中国人吗？说中国话呀！小鱼，你懂我什么意思？这根本就不是英语不英语的事儿。教育背景，那他本科生，我还本科生呢。感情，他跟我说他回来后要跟我结婚，那这4年我也等他了呀，我天天等他，我天天数着日子盼着他回来。可我不就是不明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突然什么都变了？他拉着我手，在大街上，一封信，在大街上，他就把我甩了。不管，我就得让他当面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在这等他。反正这4年我都等过来了。小鱼，这儿这么大一栋楼，你上哪儿等去？就在电梯口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你现在想要的工作还是造型师吗？你干嘛？造型师这个工作，你要喜欢没问题。可是这吴东江吧，他就是喜欢这大厦里走出来的白领。而且你说，这男朋友带人出去，是不是得讲一个款式相搭呀？
你还照什么？吴东江有新欢了。上个月的事儿，那女的也在国外大学读书，人家现在在外企工作，以后肯定是个职场精英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家在上海不是有房子吗？我送你过去吧。几点了10:01。很好，还来得及。什么来得及？回杭州。现在？你好，女士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BFC。你来 SW 是为了抢回你前男友啊？是的，这个楼里面的电梯有20几部，所以在1个月之内偶遇的几率几乎是不可能。这个 SW 销售总监助理的位置我就必须拿下。怎么样？以 SW 销售总监助理的身份出现在我男朋友面前，是不是超级震撼？我的妈呀！为了拿下一个男人，先要拿下一个工作。懂了。不过人家林潇潇比你厉害啊，人家第一天上班就赢了个2比0。怎么就成了2比0了？坐。怎么回事？今天中午林总出去见客户，带的是林潇潇。林总，待会儿春天百货的林总来了，说我在开会，拦他一会儿，半小时。半小时就会来。你说呢？瑞总最近很忙啊？拜林总所赐啊，是挺忙的。你提高了扣点，我不得不重新布局啊。都是老朋友了，理解一下嘛。现在线下销售额直线下滑，我真的需要冲业绩。当然理解，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。我们公司成立了一个销售2部，我不得不和人 PK。林总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啊。OK， 20就20，合同我已经带来了。18，20的扣点，在昨天晚上12点已经作废了。瑞总 ，SW 这样的品牌退出春天百货，你们公司怕是通不过吧 ？SW 没有退出啊。林总不是刚刚和方总签了合同吗？看来咱们5年的合作关系就此再见了。菜菜替我送一下林总。好，仁泰新城的约了几点？林总这边请。我就不信了，你要不要赌一把 ？OK， 我投降。我还有一个条件，我要2号电梯左侧那个位置。哎呀，我亲爱的瑞总，你这真的太为难我了。你明知道那个位置我已经给方总了。林总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报上去的数据就是那个位置啊。OK， 你说了算。
我现在就回去签字盖章，下班前我会派人把合同送过来。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林睿这样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？方总，哎，林总，正要找你呢。2号电梯的位置我给瑞总了。林总，咱不是连合同都签好了吗？合同不都签的 SW 吗？一家人的事儿，好商量，对吧，方总？对，只要位置还在 SW， 给谁都一样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对呀，不都签的 SW 吗？一家公司绝不窝里斗，我们要团结，一起抢占蓝海，那才是关键。方总，方总，杨总，我订了一家餐厅，咱俩不都是喜欢清淡的吗？朋友推荐了一家不错的日料，好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晚上见。今天啊，流程走完了，你呢，所有的医疗保险呀、等等后续工作全部搞定，辛苦你了，杨总。来，敬你一个。哎呀，这点小事儿是我们 HR 应该做的。要说谢呀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你老公姐姐写的推荐信很有用，我侄子已经拿到了通知书，在国外公司开始实习了。那是您家侄子啊，够优秀，一面就过了。哎，说真的啊，咱们可得找个时间，两家人呢好好聚一聚。我呀，得当面谢谢你老公。他呀，真应该好好跟你喝一场。广州那么多机会，他非得回上海做这个项目，说是这边政策好。我呢 ，SW 干了10年，真的不想动。这次要不是你力推，我们这小家子啊，肯定是要两地分居了。哎呦，上个月你的华南又是拿了全国第1，我跟你讲啊，舒总知道你要来华东区，高兴的都站起来了，跟我说立刻就办。你来这些日子有没有点水土不服啊？毕竟是空降嘛。麻烦跟问题肯定是有的，没关系，我一件一件处理。不着急。我听说中国区的 Jeff 要提前退休，总部呢明确指示，这次中国区的总裁要用中国人。我算是彻底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呀？本来我是好奇舒总怎么那么容易就让我过来。哎，你可是去年的销售冠军啊！那你要去哪儿，别人还不都得到吕相迎的？不是了，其他区还好，华东区可是有林总啊。你说 Jackie 呀？哎，我给你讲个八卦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呢，我陪舒总去那个全球的年会。这桌上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品牌总监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中国华东区。”哦，我知道，就是 Jackie 那个区。哎，你说一桌子这么多人，哎，3个总监居然只知道华东区有 Jackie，都不知道有舒婉婷舒总。
这也太伤人了。幸亏 Jackie 是舒总一手带出来的。你猜舒总什么反应？他呢就只微笑，也不去纠正。我觉得舒总啊还是有大格局的人，能成大事儿。也就是他能忍受 Jackie 那个臭脾气、那个傲娇的样子，换了别人还真不行。他们相互太了解了。哎呀，但是我在想，舒总他毕竟也是人，这人要是忍久了，可能心里也会有不舒服吧。这古时候不是也从一个人的宰相变成2个人的丞相？这种是非就不要猜了吧。我一直提醒自己这样一个做人的原则：像对待同级一样对待下属，像对待上级一样对待同级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哎呀，方静啊，你看我在外企干了这么多年 HR， 像你这样的人，绝对是前途无量。干杯！谢谢杨总。老板，我看不懂啊，这个林潇潇，她林潇潇是内推渠道，目前推测杨总的可能性最大，他的人你也敢用？连你都没看懂，那就太好了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看见，我亲自带着林潇潇打的。这2个试用的助理，我要用的是他。那您的意思就是让这个杨灿以后无话可说？哼，杨灿，在 SW 华东区，别说提个助理，就算是我要提经理，只要我认为他能力 OK， 我也不用顾及谁。我明白了，您是拿这个林潇潇当磨刀石来磨张小鱼呢？这个张小鱼吧，陆子野很聪明，这一点特别对我的脾气。但是我发现这孩子有一点没什么上进心，所以我想试试把他逼到悬崖，能不能开挂？怎么样？我戏演的还不错吧？相当专业。然后他们的型号都是不同批次，然后都是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那些分销商手上，包括一些就是在我们这儿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不用客气。林潇潇拜访新客户30家，签单8个。这样子特难做成这样。林潇潇专柜巡视20店次，专柜调研报告5份，助理工作交接基本到位。这个张小鱼呢？他做了什么？张小鱼除了巡视专柜和基本的助理交接工作，一直在办公室学英语。学英语？这是他参照我的格式写给总部的 report， 写得不错。我这是 SW 华东区销售部，不是英语学校，他想什么呢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好。客户拓展，我在做。你拜访了多少家新客户？3家。3家。你知道林潇潇签下多少单了吗？一共4个专柜，2个直营，2个加盟。然后呢？我的理解，客户拓展的成效是看最后的签单数量。林总，我打算明天恒隆广场店庆，市场部会很忙。既然你很闲，去帮忙吧。
好。出去吧。林总，可以再给我10分钟时间吗？菜菜，宁波代理商 IP 单品陈列方案什么标准啊？谁做的？怎么回事？我丽丽，宁波代理商的这个方案是谁做的？忙算个什么理由 ？OK， 我等你的新版本。2个代理商的事，就不能 handle multitask。说吧，给你5分钟。好。我9岁那年，我爸开始做纽扣批发生意，那条街所有的铺子全都是做纽扣批发生意的。他们为了做生意是各显神通，公开抢客户的也有，互相偷板的，打价格战的。但我爸呢，偏不和他们玩。他自己骑着摩托车，从早到晚就跑服装厂家，直接低价签订长期供货合同。1年之后，那条街一半的铺子全被我爸吃定了。你是想说？你没有家族套路？我是想说，我谈的那3家客户，是以你、Beauty， 还有美人堂。美妆连锁？是的，就是美妆连锁。只要我拿下了其中1家，那就等于林潇潇她谈下了几10个专柜的量。说的容易啊，你知道难度有多大吗？Beauty 连我们中国区的销售都不甩，直接和法国总部谈。不好意思，林总，接个电话。小魏总。喂，小鱼，明天上午9点半，我们老总亲自见你。至于成败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真的？明天早上9点半。好，没有问题。Yes。我杨工 Beauty。其实是做给那2家看的。刚刚就是以你的总助给我打电话，明天早上9点半，以你的石总会亲自见我谈合作。答应见你，只是第一步。那我今天晚上加班，我把方案做好。那看来，市场部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帮忙？去。I can handle multitask。还没走？拟个合同发给客户就可以走了。一个跑专柜，一个冲连锁，都不错。张小鱼在冲连锁。你的老总明天亲自见他，你加油。瑞，我们交往了那么久，我觉得我想照顾你一辈子，给你世界上最好的幸福。你愿意和我相伴终老吗？今天很适合把话说清楚了。其实，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，越了解越发现，我们彼此是不合适的人。明瑞，你的公主梦该醒醒了。那个处处以你为中心、为你生为你死的王子，他不存在。
没办法，有的人到了80岁都是很天真的。你真以为你将来还会碰到比我更爱你的男人吗？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比我更爱你的女人。真心的祝福你。没弄错是吧？啊，你仔细看看背景颜色的灰度，看一下我的模特图，还有推文，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要的不是那种明晃晃的白，我要那种是有灰度、蒙蒙的白。还没听懂？好，那请你打开修改版6，我好好给你上堂色彩课。看懂了吗？找到区别了吗？必须换！现在12点05分，给你1个小时时间改稿，2个小时之内把小样送到我办公室来。明天早晨6点钟之前把所有物料送进商场。对，明天早上6点。5个小时怎么就不够了？王璐，你保证？你发誓？行。放你一马，6点30分必须秃头。这是我的模特图，还有推。嘘，蒙我，没门儿！人家林总第一次找我办事，我必须给他一个报废的。你说对不对？特别对。贾斯汀，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吩咐我。你帮我订个外卖，我快饿死了，快订。就订外卖啊？嗯。行吧。今天的特调，猪白里边换换口味。我还是喜欢 Margaret。美女，一个人喝酒多美啊！这杯酒算我请你的。对呀。看不起人是吧？啊，你也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人，就让哥哥陪陪你啊，行吗？打女人好像不太好吧？那就打你了啊！可以啊，来吧。大家看见了啊，我这是正当防卫啊！再来。哎，给你一声道歉，道个歉。道歉，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，美女，我错了。谢谢。5秒之内消失。等着。5、4、3。
搞定了。这个夜晚我又长见识了。这个 Justin 虽然有点娘，可是工作起来双商开挂。SW 公司还真的是卧虎藏龙，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搞定多重任务。我拼了一夜，市场部活动准备还有引你方案，终于都搞定了。喂，你说什么？物料没到，你猪啊！为什么7点了才给我打电话？那个副总呢？那个小设计呢？那个送货的呢？接着打，继续打，不停的打，打爆他们的手机，或者你们自己打。打算去哪儿？去王璐公司堵他呀！他现在在公司吗？路上堵车堵多久？活动10点钟就开始了。有什么办法？快说！昨天晚上送的那些旧物料呢？就是不完美的那些。你当我没有想到啊？他们拉过来的时候我就拒签，他们拉回去了。猪！恒隆的管理规定，晚上关门以后只准进不准出，所以现在的卡车肯定还在商场的地库，早上8点以后才可以出库。哎呦，啊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的小聪明。这样，我们兵分2路，你赶紧打辆滴滴去找他。你管我怎么去？你现在赶紧去商场地库门口堵旧物料，我去堵王璐催新物料。OK， 走走。喂，王璐，你在哪儿呢？物料送到了吗？物料？不是说活动延期了吗？谁说的？你们公司总助张小鱼说的呀。昨天晚上我们公司小汪刚送完样板回到厂里，就接到他电话了，说活动延期了，中午12点送到商场。我就是张小鱼，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这个电话，活动也没有延期，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。那这见鬼了吗？那这怎么办呢？我们真的是接到你们的通知了，要不然我都熬夜加班到3点了，我不可能不盯着他们把货送到啊！我跟你们说，这事真不怪我们，电话打进来那是你们公司的座机啊，我们不可能。停！你回答我，物料做好了没有？现在在哪儿？都做好了，真的都做好了，就在厂里面，我马上打电话催。你现在给我地址，我去验货。您好，您的早餐外卖到了，请开门。稍等。您好，你的外卖。祝你用餐愉快。看到你路过 7-Eleven 的时候已经关门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就给你准备了早餐，还有胃药。以后出去喝酒记得保护好胃。英国有一个小哥给自己的女朋友准备早餐，900天没有重样的。我给你准备的早餐，你可以秀朋友圈，至少9000天不重样。你在哪儿啊？你家楼下。
前边找个地铁站给我放下来就行。顺路，我送你去酒吧。不用了，我再也不去了。为什么？老板把我开了。把他电话给我，跟他谈。他凭什么开你啊？不用，没必要。你的酒调得很好，昨天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。如果老板不鼓励这样的员工，他也不会什么好老板。你喜欢喝我调的酒？当然。你第一次来的时候穿了一件男士风衣，端着那杯玛格丽特喝了一口，冲我竖了个大拇指。你有时候一个人来，有时候跟朋友一起来，其中有32次你很高兴，笑起来特别漂亮；有62次你不高兴，一个人坐着喝闷酒。那你也应该看见了，我有男朋友。我也听见，你们昨天晚上打电话，你已经分手了。挺伤心的。我是探索型。工作的事儿，有需要尽管开口。不用，不干调酒我还可以干别的。工作嘛，最重要的是要开心。有别的需要也可以跟我说，我指的是钱。钱？你的损失应该我来补偿啊。我不在乎钱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个你把那个方案查一下，在那个文档里面啊，我马上到。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叔叔，叔叔，醒醒！没人碰他，是吧？你怎么了，叔叔？哎呀，这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走着走着就走了。是啊，老年人你也不注意的。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人好像不行了，能不能听教我说话？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哎，会不会心梗啊？也有可能，老年人岁数大了。对呀，叔叔，哎，你摸摸看口袋里有没有药？他怎么自己就出来了？家人呢？哎，我这还有水。叔叔，哎，小姑娘，你别碰啊，小心他讹着你。什么讹不讹的？快帮个忙啊，把他扶起来！你们看他像是装的吗？你们自己家里面没有老人吗？这个叔叔可能是想出来散个步，有可能还要去菜市场买个菜呢。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快点儿！来，小心小心，非常疼。扶好了，把他嘴张开。好，药塞进去。对。叔叔，叔叔，你好，这边请。实在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情况。昨天已经按时通知到他了。哎，石总，他已经来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他就是 SW 的张小鱼。是的，石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我迟到了，整整迟到20分钟。你们 SW 人很忙啊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对不起，我也很忙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杭州湖滨店铺销售比为什么这么高？周总呢？给我叫过来。好，我去办。小魏总，别说，出去再说。非常对不起。张小鱼，你玩我是吧？之前你来见我的时候，你能提前20分钟过来等我。今天见了大老板，你居然敢迟到你！我前面还跟石总说你这人特别靠谱，现在你让我在大老板面前丢份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小魏总，你帮帮我吧。今天真的是一个状况接一个状况，我真的是，你听我说，别什么总不总的了，你别瞎叫啊！周总，石总正在找您。我正要去他那儿呢。李潇潇，你来干嘛？跟你一样谈合作啊。你这一单我跟了半个月。那又怎样？你能想到谈连锁，我就想不到。而且我只是不喜欢叽叽喳喳，要拿到了合同意向才会向李总汇报。李潇潇，我警告你啊，你是我的客户，你不许乱来。合同签了吗？没钱那就不算是你的客户。而且我不抢，你能拦住其他公司不抢？昨晚的事儿，
是不是你捣的鬼？你说些什么？听不明白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今天来这儿，不也是想让我见不到伊米的老总吗？可是你现在不是在这儿吗？行吧，那我们俩回公司，当着林总面谈。走吧。张小鱼，你说这么多是为了耽误我见客户吧？林潇潇，这一单你抢不走。